馬斯克尋日突然投擲一粒震撼彈，佢叫 XChat， 佢好有可能會撼動 WhatsApp 作為主要溝通軟件嘅地位。XChat 獨立應用程式呢幾日正式會喺香港 App Store 上架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聊天工具，更加係馬斯克 Everything App 藍圖入邊嘅關鍵拼圖。點解係而家先出現？點解選擇香港？香港作為全球資訊最密集嘅城市之一，用戶對私隱極度敏感，亦對即時資訊非常渴求。呢啲因素令香港成為 XChat 最完美嘅試驗場。今日我哋會深入分析呢套通訊加 AI 嘅組合拳將會點樣衝擊我哋嘅生活。我哋首先拆解 XChat 嘅核心優勢。第一大衝擊就係身份登記嘅改革。喺香港 WhatsApp 同電話號碼深度綁定，電話號碼亦開始需要實名登記。呢種做法某程度上係私隱隱患，而 XChat 徹底打破咗呢一點。對於需要保護私隱嘅專業人士、記者或者社群領袖嚟講，只用 X 賬號就可以通訊係一個好吸引嘅轉平台原因。跟住落嚟係第二大衝擊，資訊內容快速提供 XChat 內建嘅強大嘅 Grok AI。傳統通訊軟體只係傳話，但 Grok 可以直接捉取 X 平台上嘅實時趨勢，例如恒生指數變動或者深夜突發新聞。當你同朋友討論緊投資嘅時候，唔使轉 App， 喺 XChat 入邊嘅 Grok AI 就能夠直接提供最新嘅情報同分析俾你。呢種整合能力係 WhatsApp 俾唔到你嘅。馬斯克從來唔會掩飾佢對萬能應用程式冇野心。喺香港呢個金融中心， XChat 嘅下一步好大機會係 X Money。佢一直都好向往微信模式。如果 XChat 能夠整合跨境轉賬，甚至係加密貨幣支付，佢哋就會直接威脅到 PayMe 或者本地銀行嘅地位，徹底改變香港嘅金融支付版圖。數據顯示，香港人對 Grok 嘅接受程度高得驚人。點解會咁？因為香港用戶對非傳統、直白，甚至帶點幽默感喺 AI 服務有強烈偏好，而 Grok 正正符合呢種口味。不過，佢係香港嘅挑戰依然巨大。雖然 XChat 宣稱冇追蹤，但 Apple 嘅私隱標籤顯示，佢依然會收集特定數據。喺全球政治局勢下，一家標榜絕對自由嘅軟體，點樣喺香港嘅法律框架下運作？呢個將會係一場長期嘅博弈。有趣嘅觀察 ，XChat 究竟會成為下一個社交霸主，定係只會係曇花一現？最終嘅決定權係我嘅手上。你會唔會因為 Grok 同私隱而轉台呢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另外再講，我哋再睇多啲數據。目前喺連登或者一啲本地科技群組，大家對 XChat 嘅討論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。有人讚佢速度快、AI 聰明，但亦有人擔心數據安全問題。呢種正反兩極嘅反應，正正反映出 XChat 嘅影響力。馬斯克嘅最終目標唔單止係通訊，佢係要建立一個完整嘅數碼生活圈，由資訊到金融無所不包。當衛星通訊、電動車同社交平台連成一線，XChat 就會成為進入呢個生態圈嘅數位鎖匙。面對咗強大嘅競爭， WhatsApp 雖然推出咗 Channels 功能，但喺 AI 整合方面明顯落後於人。Telegram 雖然一直係加密通訊嘅首選，但如果 XChat 能夠簡化操作流程，好多普通用戶可能會轉向 XChat。總結嚟講，馬斯克喺香港投下咗呢粒震撼彈，威力依然喺度擴散緊。呢場社交軟件終局戰先啱啱開始，無論你係支持定反對， XChat 已經會成功引起大家嘅注意。喺未來幾個月，我哋會繼續觀察佢嘅發展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深度分析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睇埋旁邊個細鈴鐺，咁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科技資訊。我哋係 Cell Technology，為你帶嚟最前瞻嘅科技動態。多謝收睇。